主角，快去把小老大给我叫回来！妈叫你呢，你起来了。主角，行，让他在这睡吧。去把那枕头给他垫上点。行。小老大，啊，哎，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妈，啥事儿啊？来，坐着。哦，妈呀，那我就先回屋了。哎，回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素觉呀和刘倩给你介绍个对象，你别不爱听。素觉见过他了，而且呢，他们还请他吃顿饭。他们还没来得及买单呢，那个人就把单给买了。嗨，从小事啊看一个人品，妈觉得不错。你抽空就去见见呗。不去。再说，说不去就不去。你倒是说痛快了，你怎么不替妈想想啊？你知道这院怎么说妈闲话吗？说妈对孩子呀，偏这个像那个，说我故意不让你结婚，显得妈挺自私的呀。你想想，我的形象怎么办呢？我也挺要面子的呀。妈，你不能听那些话啊，让他们来问我来。您就别操心了。哎，你说你们这前后也给我介绍了有7、8个了吧？我觉得还不错的。我见人2次，之后人家就看不上我了。我吧有自知之明，你们还非得让我在那装淑女嘛？我又装不像，您就省省吧。这次不用你装淑女了，妈觉得合适啊，你还是去见见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去，我就到你爸那革命公墓放骨灰盒那儿，我就磕头去。我磕死算了。您这是，哎呀，这又是哪一出啊？您，吴姐，大姐真的见过7、8个，反正我是一个也没见过。嗨，见了也白见。就大姐那愣劲儿一上来，谁想跟大姐谈啊？傻老大啊，那个素觉呀，说啊，她人长得挺漂亮的，1米77，这个儿也正好啊，还没结过婚，而且还是个教师。她喜欢啊这个传统啊，这老套套什么的。哎，你不是也喜欢吗？多合适啊！明天啊，下午3点，按时赴约。你要是不去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妈死了，都没脸见你爸。知道了，知道就成。哎呦，大姐好了没有啊？啊，好了。嘿，我看看。这行吗？哎，行，绝对盖了啊！一看大姐就有身份的经理。我跟你说，小子啊，只要你这次别东冒一句西冒一句，那绝对有戏。什么叫我东一句西一句？哎，说句实在，爱咋地咋地。他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他呢。去吧。哎，别了。喂，楚楚服装店，你找谁？大姐，我腿疼。什么？那好，你在家等着，大姐马上到啊！哎呦，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小楚腿疼。不是，哎，小大，哎，那我去还不成吗？你去管什么用啊？完了，大姐又多了一个，第9个了。你这话说太早了，那好歹我得过去跟人解释一下。我车上这个。行，大姐事儿也像松事儿，便宜你了啊。怎么又疼了？来。哎呦，小楚啊，你这腿真的疼啊？那你怎么不跟妈说呀？哟妈，这醋你也吃？走。甭跟我撅屁股拉什么屎我都知道，跟我耍心眼儿，你还嫩点儿。
告诉素觉啊，明天再约那个老师，下午2点。行，知道了。哎，妈啊，我刚看那个傻春搀小楚出去了，那小楚腿是不是没治好啊？我也才知道呢。大姐啊，我想去商店。看完腿再说。我腿不疼了，真的不疼了。不信我走给你看，你看。哎，别走，刚才不还说这腿疼的厉害吗？啊，可能是昨天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，着凉了。走吧，大姐扶着你。您可是不知道啊，人家说了，人说最反感那不守时的人，说什么不守时就不守信誉。呵，我这好说歹说，人才同意明儿再见一面。这事儿你不能跟小妹他们说啊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不让你说你就别说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哎，妈，我还得跟您再说一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那刘倩啊，不能再去工厂上班了。为什么呀？工厂不景气呗，那车间都没了。第一批下岗工人就有他。哟，你们俩就作吧，你就作吧你，啊，儿子被辞了。儿媳妇又下岗了，回头你们把我大孙子再给作没了。哎呦，瞧您这话说的，这可两回事啊！再者说了，人那工厂下岗的工人多了，又不是他一人。那就让他在家带孩子吧，跟我似的。嘿，妈，您别生气，您看您自己脾气怎么这么大了？哎，我都想好辙了，那咱家不还有服装店呢吗？那他们几个以后一个个全得嫁出去，那您养老不全得靠着我跟刘倩呢吗？是不是啊，妈？啊？不是妈，您给谁打电话呢？喂，哎，你好，请找一下赵素晓，我是他妈。你找苏小干嘛呀？去你边哎，素晓啊，我是你妈。明天中午1点啊，你找个辙，你把小楚给我接走啊，下午2点以后回来就行。哎，你甭管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他爱吃冰激凌，你带他去吃冰激凌啊，吃个够。好，就这样啊，啊，妈撂了啊。妈，你这又唱的是哪出啊？老在这儿吼着干什么呀？你该干嘛干嘛去。不是啊，您得表个态。那您到底让不让刘倩去服装店呢？这傻老大的事儿办不成，他能去吗？要不动动脑子。哦，得嘞，有您这句话啊，我就伤天揽月，我也把那书呆子搞定了。偏疼的我不挂事儿。哎，徐老师，这儿呢。这人特别好，你好好跟他聊聊，听见没？哎，你好，徐老师。哎，这是我大姐赵素春。你好，我叫徐明波，79中语文老师。啊，你好。挺好的哈，大姐，那你们好好聊啊！我要是再多待下去1分钟，那我就成电灯泡了啊！我先走了，好好聊啊，好好聊。哎，刘倩，你别走啊，不能不走啊！哎，好好聊着，快点，好好聊。哎，你。我这个人吧，也不太会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点什么。没事儿，咱们随便走走。啊，那就往那儿走吧。哎，走。小楚，说真的，前2年四姐这心里一直像压了一座大山一样，前2年还老做噩梦呢。那天看着你从康复中心走出来，四姐的眼睛就像开了河一样。别说这些了，行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们小楚已经好了。哎，你怎么老盯着我看啊？是不是妈让你来的？是啊，妈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非让我请你吃冰激凌。不吃了。
怎么不吃了？你这去哪儿啊？去服装店。哎，这孩子说变就变。不对不对，你这个解释的不对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吧，狗都能为主人看家守夜，公鸡之道，打鸣报晓。你说这人，他怎么能不学习呢？不学习，他怎么知道做人？犬守夜，鸡司晨。狗不做，何为人？哎，还是你的解释准确。你真的是小学文化吗？我初小都没毕业。我不信，一点都不像。我跟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从我爸爸那儿学来的。我这一生中第一个佩服的人就是我爸爸。你可不知道，我爸爸可有学问了。第二个佩服的人呢，就是老师。我那会儿上到小学4年级的时候，功课好多都不及格，后来我妈干脆就不让我上了。听你弟弟说啊，你最喜欢小孩。那要看是谁家的孩子了。我们家的孩子，我就特喜欢；别人家的就差点儿。这话实在。哎，素春，我这样称呼你行吗？当然行啊，随便叫。可贵了吧？废话，30多块呢。送给土地爷吧。哎呀，素春，啊我在跟你说话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想别的了。哎呀，小史来了。